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我细汉的时阵捌练过跆拳道，因为全校的学生拢着练，到今教囡仔跆拳道的学校也是袂少。跆拳道是安怎变做是学生着学的运动？跆拳道甲空手道真相共，嘛拢是为外国传过来的运动。是安怎学校要教跆拳道，毋教空手道？我今日来讲空手道甲跆拳道是安怎来到台湾，甲因伫台湾的发展。空手道是琉球在地人的武术，伫15世纪就有啊。伫琉球也阁是家己一国的时阵，因的国王捌禁止民间使用武器。后来琉球变做日本统治的地区的时阵，因嘛捌禁止民众摕武器，甲遐武器拢总没收。这互空手无摕武器练习，阁会当保护家己的武术。变做是琉球家家户户拢有咧练的传统武艺。原本空手道号做唐手，唐就是中国唐朝迄个唐，为中国来的意思。后来是为琉球佮传去到日本，才号做空手道。空手道伫全世界拢真出名。因为伫19世纪的时阵，琉球的移民除了去到日本教，嘛伫全世界各地拢咧教空手道。迄当阵真侪琉球人移民去夏威夷，所以伫美国、伫墨西哥、伫中国、巴西拢有人咧学空手道。日本本岛嘛渐渐地把空手道当作是日本人的武术。空手道是安怎传来到台湾？有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台湾的查某演员去日本的时阵，嫁互迄当阵的世界冠军空手道的师傅。因两个做伙来台湾推杀空手道。这个台湾演员也是中央电影公司培养的第一个本土演员，号做陈慧珠。伊1940年出世，因兜本地的足侪运动员，也嘛袂少咧教武术、学武术的人。伊家己是4岁时阵开始学跳舞，伊伫读台中女中的时，伫学校就时常咧表演，真出名。初二的时，就互迄当阵叫做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就是后来的中影公司上着。就请伊去拍电影。另外是伊有参加全台湾的体育运动游水的项目，拢摕到冠军，所以报纸嘛时常拢会讲到伊。嘛因为安尼拍真侪电影，真出名。后来伊就去日本东宝艺能学校去读3档，伊伫学校的成绩真好。所以日本东宝公司就甲伊签约，互伊伫日本发展。有一摆是伊伫台湾的熟识的朋友去日本要看空手道的比赛，顺续甲带去。迄摆互伊熟识着迄当阵的冠军阿西地主希国千世德彦。1961年，因两个人结婚，陈慧珠就离开艺界，换做来教跳舞。迄当阵台湾人毋知影空手道，因为空手道伫日本时代就有啊，只不过无啥普遍，学的人足少诶。陈慧珠讲，伊迄当阵要离开台湾的时阵，足侪记者去机场送伊，真侪人就甲讲，你就毋通去嫁互日本人。陈慧珠迄当阵嘛答应，只不过伊家己尾煞嫁互一个日本人。感觉伊家己违背当时答应的代志，所以伊结婚了，就感觉伊就回来台湾服务。陈慧珠真紧就甲千世德彦带来台湾，介绍互伊一个大兄，
嘛是咧练功夫诶陈洪忠，因就伫台中开始教空手道。毋过迄当阵，千济德彦已经甲夏威夷诶跆拳道协会签约要去教，所以伊甲陈慧珠就去夏威夷。陈慧珠讲，因伫遐食大拢有人安排，因先生有薪水通领，伊家己就开武道班教学生啊，就去替人添衫欠钱。因趁遐钱，就准备要倒来台湾教空手道。5冬了，夏威夷诶合约结束，因就真正搬来台湾。因为是要推广，所以因是办足侪免费诶演习会，嘛请真侪真出名诶日本先生来教。迄当阵伫台中有陈洪忠会斗相共，别个所在要申请，要借场地，甲所有诶行政诶工课，拢是陈慧珠去办。伊家己离开台湾真侪冬，会晓日语，会晓英语，毋过无啥会晓写华语啊。头起身对伊来讲嘛足困难诶。是讲迄当阵台湾人是安怎会想到要对因学空手道？尤其迄当阵是政府要消灭遮日本殖民文化，搁做中华文化宣传诶年代。听讲是陈宗宏伊拍拳诶师傅，或者林元良，甲伊诶学生啊，有一摆做伙拢甲千济德彦咧啉酒。林元良甲千济德彦因两个人敢若用一支手咧过手，无偌久，林元良就对伊诶学生啊话讲：我也毋捌拄过像伊有办法用一支手控制我诶拳头诶人。明仔开始，恁大家拢去对伊学空手道。就安尼，空手道为台中开始发展。千济先生是敢若会晓讲日语，所以现场若毋是用日语讲，就靠陈慧珠因咧翻译。因先成立台中体育会空手道委员会，伫1968年嘛成立台湾省体育会诶空手道协会。毋过后来协会内底有人要争权，所以有人开始放声讲，这个日本人千济德彦是共产党，伫台湾是要吸收共产党员。为迄时开始，真侪学生啊都无来，因为白色恐怖的年代，大家拢会惊。后来政府嘛发一张公文，叫陈慧珠甲千济德彦离开台湾。陈洪忠诶道场嘛因为安尼受到影响，毋过伊要求继续教空手道，一直到伊过身了前一段冬，政府也有颁奖予伊。日本武术甲运动是安怎会流行起来？迄当阵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诶时代，有一个原因是遮个伫台湾就咧练武术诶人。像林元良甲陈洪忠因支持空手道，所以嘛互一群人认为空手道真好，有袂少日本老师来台湾教，所以嘛有真侪人去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迄当阵政府虽望要推广中华文化，毋过对遮个民间台湾甲日本的交流，无论是文化也是运动，无管甲足严诶。因为因感觉应该是无啥物影响才对。说来讲跆拳道，跆拳道伫台湾咧推广诶时间，甲空手道是差不多诶。毋过伊诶起源真无相共。跆拳道是因为台湾甲韩国要长期对抗共产党，所以伫国防政策甲军队作战技术各方面，迄当阵有真侪交流。1966年，蒋经国咧做国防部长诶时阵，伊去韩国参观，就看到因诶军队咧表演跆拳道。伊看看，认为讲这着爱引进来台湾，所以无偌久，台湾诶陆战队学校嘛开课，请韩国诶教官来教跆拳道。跆拳道原本嘛甲空手道相共，嘛号做动手。有人讲这是为中国传去到韩国，变做当地武艺。
所以伫韩国的古迹壁刀顶头拢个会看到因咧拍棍的刀，所以跆拳道是韩国原本的武术。毋过嘛有研究者讲，伫1955年，崔凤熙也未提出跆拳道这个名之前，韩国拢无跆拳道这个词。崔凤熙伊捌伫日本留学，学到空手道的舞大。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崔凤熙互日本人叫去做兵。毋过伫军队内底说鼓舞大家就爱互韩国独立，所以去互关起来，一直关到日本战败才去放出来。毋过嘛因为安尼，所以伫战后伊加入韩国的军校，变做是创建韩国国军的人。伫军队内底开始教武艺，尤其是教伊会晓的空手道、跆拳道。学生除了是有韩国兵仔，嘛有美国兵仔。崔凤熙是1954年伊家己升做少将，开始伫外面甲伊的朋友创立一间武道馆。伊迄当阵就开始研究韩国的跆拳道，升格号做跆手道，后来1965年才变做跆拳道，嘛创立一个跆拳道协会。所以过冬蒋经国看到因的表演，就随回来台湾开课，算是真早台湾会使讲就咧替韩国推广跆拳道啊。全台湾的第一间跆拳道馆是1969年一个韩国的教练罗孝英甲洪胜仁，因本地拢是韩国的军人，退伍了来高雄开这间道馆。接下来是1973年台湾伫第一届的世界比赛就摕到第3名。1970年代开始有袂少为军队退伍落来的军人，因就开始伫民间开跆拳道馆，嘛入去学校内底教跆拳道，培养跆拳道的选手。几冬后，台湾本地的体专甲其他的公私立学校嘛开始收有跆拳道专长的学生啊。这互台湾的跆拳道发展加真紧。最近的新闻讲，伫东京奥林匹克摕到跆拳道铜牌的罗嘉玲，佮伫澳洲得奖。台湾的跆拳道得奖的选手比空手道加真侪。空手道甲跆拳道平平拢是1960年代才真正开始伫台湾发展的运动。是安怎跆拳道比空手道发展了加真紧？这个运动安怎发展，甲政府、甲民间的作为、甲社会关系拢有关系。跆拳道是政府军队推动的运动，空手道是民间发起的运动，所以伫台湾的命运无相共。毋过这两项运动未来会安怎变化？就看即卖人是安怎要做。我先讲到这，你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也嘛会记得订阅，也是追踪这个节目，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伫平台留五粒星留话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楷内底有赞助的链接。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贤爱妈妈，大家再会。